去吧，你为他们请。喂，老乡。
与车州时才东岳庙求生保育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生归来，得谢本月十五先生了缘。从今天起，勤节3天，2月之内，停止一招，凡入境之处，不论居民层等，一律不准偷窥愚昧。啊？为何呢？事有不为，你老贼他缺少我法配从军。嘿嘿，你亲贼在我，你欠贼一仗啊！专帮贼，哎呦，算了，我去拦我不了，不和玉梅娘娘有不为师的，我还是回去做啥一去？喂，真仙了！这个帮我有下令，我还是回家抱我个孙子去。玉梅娘娘看不到，我还是回家看我自己妹妹去。真是少有的其子。
文唱过隔壁吗？有没有这么普通呢？老师在一地，小姑遇了，我这个女怪可以进去吗？我进入洞里，我进洞场，我到大地上去玩的，是真的呀！好啊！层层故事的门团，你要去看，看着你家去，请四位贵，先我先我为文唱歌去吧。
娘娘的，拜望娘娘她不是被杀我一命，愿娘娘复垂绵绵，滋生我恩呐。嘿，万开福业。哎呀，娘娘，小女平时无言，我实在是谢昏了啊！你基本不是先来偷偷而见，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命讲来。讲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这一阵讲下去。哎，是啊，作为姐姐是个对了，我要慢慢的从上面讲下去。讲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讲哪里？从小我要出公司啊！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？后面是个月桂混混，一笔小面上身，放下去，看了。娘娘啊！三两小命不要紧，可怜我有83岁老娘亲。又是无声听送命，太王娘娘应是被娘母老娘的问君称娘娘有所未知，外面御林军密布，小民出去实是难保命啊！巧莲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外面御林军听到娘娘御林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张小儿，你好好委屈吗？哎，是。娘娘，再进去先。不管是我要看到娘娘啊！
闻起就有听到，这马女不？娘娘不是你，为什么不谢谢他？哎，这样前天遭到老娘欺劳的长于并不利，不如小命我这样为来父亲娘娘不赞之。当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。张秀儿，求请娘娘不赞之恩，愿娘娘半夜富贵罢了。张秀儿，这请娘娘不赞之恩，愿娘娘谢谢平安。去吧。张秀儿，三请娘娘不赞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诚心实意。后他的大安呐！是本来要按心为。
道待等名成名我儿先去无马，这少年暴毙就是我儿听凭之了。让我儿要好好珍藏呐，弟弟。儿啊，今日私奔私奔去东岳庙念香，到中内儿路上辛苦了啊！王爷，年年去念香，本当早好回来了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。在庙中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神的对象，多着你不神。好，竟有这样不怕死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是年轻的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男的。你可曾见到他？见到的。他可能见到你？贾文才，你将此人拿来我牵到万国牵到。是。你儿把他当罪了。儿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弟弟用的。想想我们赞他不得。弟弟只为了娘孙之命，心里我俩也不要到了终究生死，他是一个小道子，都为我扫了他的命呢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倒是我的不是？欺负我不难治，我不难忍，你就不给妻女将他绑了。事不到中分孝子，深深的镜子，纵然不满的了，也给官司上恩人。好像女儿，看谁一条，张天王王安宁乡，才王把夫妻天，问他小他不小跑。弟弟，你是王公的女妹，贵的难，怎能够娶你之人结永芳？啥子弟弟娘娘传出去，把王家的尊严一旦逃。儿的脸上扫光彩，为母也要陪谁笑？啊，原来弟弟是为了争气。这不是为了为的哟，为人才是好生命，今儿切莫胡乱言，常言道，是真是鬼，曾经从死去。世间谁看清？你是为母多邋遢，女儿的做事太省心。巧妹有妹，看月我为他去了。宋娘爷。王爷，我来问你，那个年轻乡民姓什么名字？生意放对了，王爷你再问他做什么？你我讲，他叫张小儿。家住哪里？是在什么？哈里哈达。是哈里哈达。是在什么？哈达门外，哈里木都。哦，哈达城。什么哈？哦，哈达门外，哈里木都，哈达城。
令张小儿早来接我。是，哈上门话，哈里无度，无里无度。小儿张小儿，你让老夫考得无里无图，老夫就叫你死得无里无图。娘娘，参问先生芳心善良，请问殿下辛苦了，还不仔细关心，你们谢谢去。强子，娘娘我在生气你。是啊，谁叫你说话总不认识？我想这份事情讲解我方，谁知道王爷会这样大惊小怪？娘娘慢一等，我说你呀。老百姓总是不给，肚子里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才能再痛快。以后呀，可要改改了，爷我再也不管多讲了。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，刚才都怪我讲了不好，哪个怪你嘞？快起来吧！多谢娘娘。乔林子，我就知道娘娘是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张事情怪不得个孩子的张小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要不是他，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情呢？娘娘，你可不知道，王爷已派了私生教尉去捉那张小儿了啊！
这道理，我何必为他插嘴呀？乡下人为娘去人到庙内，听他辛苦本听，分明是你想他的泪，再管他分明红尘母亲。浑身不尊奉的贵，举止英雄都能量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去身为。家一束生，俺走乡里不鸟嘞。哎呀，弟弟呀，弟弟，你谁问名人去做他，弟弟是不是去？我是健忘吧，不听儿美。我不是母你到起儿
愿娘娘把你富贵。张小儿，这些娘娘不赞成，愿娘娘谢谢平安。张小儿，这些娘娘不赞成，愿娘娘诚心实意。千万不可乱下定论哦！我小王爷千岁吩咐，小爷是有诚此训，事情们是三思而应哦，事们是三思而应哦。吾是今日也自己铭记在心，非是小爷在你王爷面前夸口，不能他比小比。聪明启明，我是你来自正和还先生，你太啰嗦了。我们也很快要醒了，娘娘，你别不别，你过一声可以快些怎么样？儿啊，快！问一声。
君，非君啊！哎呀，娘娘千岁，没这些我，哎呀，去王爷，年轻高兴，年轻气爽，听先生你，我儿事情毕竟私下陛下，事情后太为儿生气，为儿笑，我比真的得了什么公平了啊！哎呀！你都在那个神殿底下的张小儿，下来的下歪了哦！我进宫责令升朝，奏王爷。王爷，今晚老夫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一会儿笑，一会儿闹，什么事情非经，事下非下，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
我在相思自苦
你的行业，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？我的王帮道官，我怎么行？帮帮我是北部城的，沈家境的，我早晚记得一些。好好好，沈家讲些什么？快快告诉我。相公，玉梅娘娘朝阳烧香，东莞的云我到去到，可人去呀？观一观云南黑莲花，为什么呀？我没想到我对，没想过这一天，我忘记了。你呀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老玉梅，你的营养是风子甜，橙子色长，最下最尖，来云两方，觉得王爷写路自长，立刻进宫兵临君王，早已换你公子爸爸。嘿，相公，我与烧你。哦，烧什么？可好兵征中国国王，不有为官王金钱粮。相公，晚年啊，外家一条特别重赏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堂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堂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！官王吗？去为什么？哎，封家境啊，封家境。要是你有一些也能通一套，那该有多好哦！哎，那玉梅娘娘的配音生得好花呀！啊啊！哦！哎呀，妙啊！妙啊！哎，飞贵，这两年来呀，相会温馨都数量。结果我看这个玉梅娘娘完死了的好。那怎么好让他死呢？哎呦，那怎么好让他死呢？我这里花到南端相思黑，哪里领带来的心来的？我庙一起心相印，同心相印情更深。查理到心灵只要心呀地，家里万幸不尽，灵财别鬼，小童去接宝。哎呦，相公，我一直就对完了，我没好你。好好好，你我快些说话。君子，你给我买套衣袍回来。你我买套衣帽回来。
不错之的。谢王爷小爷方是高错。请问先生正姓大名？万生姓许，曹氏金家。许金家，许医生。不知许医生是哪一位名医门下？小爷乃是家错，我也是替酒来了。替酒来了！呀！请先生喝饮，倒不像是本地之才。小爷乃是他乡应意而来。财神本是一家今小爷一点点的，能使玉梅娘娘红体早日仙语，我愿意谁了？先生真是清高啊！家园在，还先生陪酒酒。王爷且慢，酒能可饮，这皮可不能服啊！对，先生不过为是酒店著作的名医生啊！先生这是这是在生的动儿，他去见过王爷，见过王爷大了。家园还有先生的同儿去用过酒吧。是巧莲。哪里？巧莲，这位是与娘娘来看病的，就在主任许医生，快上去介绍给你。是。拜见许先生，这位姐姐了。巧莲，你去禀报娘娘之好，就是本晚即可慰问先生哦。是。许先生，请啊！王爷同去。你当梦，嘿呀！此次有了。
片刻，待小爷特下须知。先生，你特许责任。王爷有所未知，娘娘气色有病，凤体听顺许中，春雪登楼加我城中，天要尊同人班。惊动娘娘的凤体，凤体惊动，马跳就要杀场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争夺娘娘气色之病了。哟，先生真是细心之臣呐！这是他下去只有牺牲振作，是本来于心不安呐。为了娘娘气色，我需些许小事的。此先生请。王爷，且慢。先生你又有何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我用小爷讲的呀。老夫一直都想不起来了，请先生明讲吧。恐冒犯王爷，王爷祖宗村的须知嘛。你也有老夫特许，恐有失王爷问题呀。这是老夫特下须知，就不为应责了。这个小爷也知，这是啥春雪等人嘛？这，哎呀！这样吧，请先生一人等了，老夫在进寝室里等候。小爷真美，先生请。哎，王爷，这是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万请王爷一同上来的好，先生王爷一同上来的好，王爷一同上来的好。宋王爷，桂林西河流万光，一见面日夜平常，长君可管把儿断肠，他大儿东流长。乔连子有所未知，娘娘气色有病，奉天听顺许中，春雪登楼加我城中，天要尊同人班，惊动娘娘的奉天惊动，马跳就要失常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争夺娘娘气色之病了。故儿，我要太许登楼呀。许先生果然也懂不懂？先生稍等，带我去禀告娘娘。乔连子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上来，许先生一个人来了。此次正好，再叫许先生下楼去吧。哎呀，娘娘，许先生乃是救了王邦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。这位姑娘困病，谁叫她下去呢？哎呀，我没有病，宽些什么？娘娘，你三生病，可经济上来神死活不先生不宁。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啊，岂不负一场大病？娘娘还是可以看。真麻烦！许先生，请好。哎，慢！什么？哪来？什么呀？红了线啊！
娘娘昆平都是七夕儿嘛的吗？是吗？怪不得俺这个娘娘治病了。说话真假？我的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事为龙不行？小小两根红了线，俺妈真为俺得真，这都是用力无能害贫家，难怪娘娘拼不起。从马挑的强说夸慢来下不平静，必须要按的正确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为平人？哦，七夕按马，其病不测，那是风采先通啊，乱办真通啊，这样怎能端正其平？我们徐家是从来没有这妇人之气呀，是吗？那九代乡村取自平水恩马，顿平四城，帮人也到平此。哎呀，对，徐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。没有一点小本领，万贯前来绝报。乔连吉。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，这孔娘娘不肯理喻。咦，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，翠啊，昆平，我有什么来意呀？哦，来意真诚啊！好，徐先生往面上来，让我去试试看。瞧你这。娘娘，徐先生说前些问马那一种的病因需要平水问马，你不知道这里是公人吗？娘娘，你当你徐先生与你昆平的来意真诚啊？昆平我有什么真正不真正？娘娘。先车中轻轻走着万花红，娘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成就一对名堂红，乱世上经过这一生情当中。徐先生，请。娘娘在场，小爷薛进家拜见原娘娘龙体早日见遇。徐先生，快与娘娘困了吧？哦。徐先生，娘娘的凤娘与师母见了吧？是的。娘娘时常头昏不晕呐，而总滚烧不滚烧，是不是是人是孽？但愿人也不退嘛。徐先生，娘娘身体松平，让小爷再按一马。好，请。
徐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爷看来呀，娘娘是暴疾父母，谁了你的父母病为怎么重啊？杀到这顿旁的病菌，晚去看过娘娘脸上的气色时候啊。什么？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。你们现在虚荣于我，巧烈不要困了，把他赶下楼去。是，巧烈姐。众人一派面前来形容娘娘不要不了，不会下楼去。哎呀，巧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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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傻的你，巧烈姐心里心里难保。巧烈姐。你是不是？哦，我是娘娘看病的徐先生啊。徐先生，此人好面熟。巧烈姐，巧烈姐，巧烈姐，我看这位徐先生呀，好像是在东方庙中见到的那个张小孩。我也在你心，那位徐先生才是张小孩。你的娘娘谁了？我们一起去看看，请去看看。徐先生真是世人难猜莫不是杨府孔子到来同二人也是生得一官娘，莫不是张小儿徐先生心儿都是应真相，交办相应紧要中交办一生论长，问他是怎般是情的情意，心才盼。巧
娘他嘞，快吧！徐先生，去。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，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。司机，徐先生，快娘娘看病啊！哦。娘娘面色脸红，此内非也甚苦。必行一路情谊，必听先生虚情。是啊，我家娘娘一定是在东岳庙中陪那个黑生的张小儿。小儿在下出了奸了。哎，娘娘在万军中尚且不怕，岂会怕那个短命的张小儿？啊呀呀，二位姐姐呀，这叫做无风不起劳啊！徐先生，这叫做富贵不生平啊！徐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？司机虽然已知娘娘的品饮，万事不能服下冷端。为什么？需要困苦受伤，才能下端。困气是为人宁静，困神色则成。哎呀，娘娘，困神色更重于气色呀！我也见得。那天子进城长于神有地，子进城长于富国，神子进城长于商谋。常言道我中原神，为了神主，可为后世竞争，我才能对镜平民，还能持节平根，事不宽商谋，就难自进行了。是此徐先生，你来困吧。多谢娘娘。
心
的庭院，怎么有无法子跟娘娘之病了？这，哼！老实跟你讲，要是看不好我家娘娘的病，今天休想下人。继续。是。站着，陪我去禀告娘娘。是。娘娘命令觐见。是。小一辈记，娘娘，请神。史先生，禀司。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。徐先生那是什么意？我家娘娘啊，已经不药而愈了，不药而愈了。啊，娘娘妾身今天命小爷上门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徐先生，我有一事同问。娘娘请讲。徐先生，你真请哪？哎呀，娘娘，徐先生当然是姓徐的喽。你租借何处？哈大门外什么地方？哈里五度，哈大城。哈大城，哎，哈大城啊！主上祖务审理，主上不得其我一事体就退了。主上空余几人？家里空有6人，哪几个？爹的母亲、兄长、嫂嫂，还有小爷我。你说了5个，还少一个呢？还有一个。是妹妹呀！啊，娘娘妾身，你闻着小爷这样仔细，这人哪？这个冤家为什么？看来他们女大，听他我是女相娘，叫我怎样相信他？你瞧板向你瞧板一声，300两吃下来是容易我给当何财？哎呀，娘娘，小爷我真的是徐先生啊！你们真话讲啥东西嘛？我听要教你。乔丽姐，
娘啊，半生寄望来看你，至于梦娘上一心，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那只笑娘娘打开了天晚凌晨，四子乱恩作祟，妻子叫不理想一句。向娘娘这讲了，讲我心虚，那么你姓啥？我也不姓张，不是旧的名义，不是第三郎，实实在在我本姓冯，我猜不到啊。弟弟名叫钟爱堂，父上是昏君王，有声名叫冯家军。你为什么不负生死到庙堂？问得娘娘为民光，有听说娘娘才貌似扶桑，我心好奇有一件，因此叫拜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也要把你来接帮？有什么不管讲？哎呀，你不管讲，不管，怎么这句话不管讲了，讲娘啊，是从要做见娘娘，终朝美人长思乡，我将心事禀母亲，家真亲来到府上，谁知王爷不允婚，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寻常，许亲万岁做自长，找一个吩咐现在的长院。家人人听心气恼，犯法有生这一场，我从此无心读文章，一片
我岂是为此而来的？一声长进功劳，喜怒娘娘才完前要，我与上殿进家去吧。放下了。是。嘿。
人也到此来报我。是，封内上求见。禀王爷，封内上请见。老匹夫两弟子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容他一见。是，王爷有令，命封内上请见。下见。你平生不听教训，做出这等荒唐之事，真不求为吾痛杀成也。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告他，这孩儿才不给咱，反求爹爹司法救我。苍穹宫内戏弄娘娘，为何救子有？弟弟，孩儿是结帮一品，何为苍穹宫内愚昧谦虚两员，真是戏弄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娘娘岂是生命宝贝，也让孩儿修建爹爹乾坤。小奴才，你的骚话不小哦！下官封来上拜见王爷千岁。好了，封他人要进本来为了何事？千不是万不是，只怪下官的不是，不给病人教子不放，从此有道。今日我得当法上有王爷千岁陪礼来了。所闻封他人自家年进，教子有望。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生来何才？巧唤一声苍井宫内戏弄娘娘，给赞不给赞？完了这样弥天大罪，一给问赞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怎为苍井宫内结了王光儿啊？他结了王邦内，这位娘娘千岁宽平儿内，真是他戏弄娘娘。既然我儿戏弄娘娘，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，反而赠他上言报禀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法，宛如王爷千岁的自家不言啊！老匹夫，经过在法当之上当我修的本满老板了的，来呀！将他轰了出去，将封家境开刀。是。
王邦之上苦着性命，杀兵一自身三通一道，也不得前来解放。令人谢命。弟弟，是不到这个恩将恩报，那有恩将仇报。唯有赞他不得，难道万岁爷赞他不得？弟弟，你王邦之上可曾家长业力？加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您相报早为不农场，弟弟娘，寒水出自花王旁，自个人也从农场，家长里了是你先，盲人大心许自量，此今儿命你先，成家也自他家，弟弟是你俩子，了儿还家。弟弟呀，二马是眼泪里讲，还弟
同年，桓家东燕参将功所在，今国王奏子将愚昧之身匹配于封家敬为妻，今老万婚请赐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我一千岁，封他臣，请将。